大家好，我係 Steve，我係一位銷售教練。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主題係為何銷售員總係唔喜歡銷售自然市場。好多時我哋創立一間公司或者開拓一個營銷業務，會將市場分為自然市場同埋陌生市場。自然市場可能包括咗你入職或者創立呢間公司之前所認識嘅網絡，包括咗朋友啊、舊公司啊、舊同事啊、唔同嘅組織啊、朋友等等。咁而陌生市場咧，就係可能喺網上邊啦，喺街上邊啊，或者係鋪頭入邊所開拓嘅一啲新嘅唔認識嘅一啲市場。咁好多時咧，創立呢間公司嘅時候咧，都譬如以保險為例啦，好多時都會抗拒去到銷售自然市場。今日將會同大家分享下，究竟呢一類嘅銷售員，呢一類嘅從業員，究竟當中嘅心態係喺邊度？點解佢哋咧好似唔係好中意銷售自然市場呢？第一就係作為銷售員去到 sell 朋友咧，好似個格局咧會係低咗咁樣樣，好似往往係會嗌你買單啊，嗌你去到幫襯啊等等。咁第二咧就係話，好多時作為一個銷售員咧，就會有一種心態就係話，係朋友就應該要支持啦。反而呢位朋友咧就會覺得啊，你都係因為朋友所以先至要我幫襯啫。咁或許咧可能真係未必有呢個需要嘅時候咧，就冇幫襯到你啦。咁所以第一，作為理財顧問、作為銷售員、創業者嘅你哋，有冇呢個心態就係覺得朋友就係因為我創咗業、開咗間鋪頭，而你就需要支持呢？呢度好想分享一個發現，呢個發現呢叫不公平的 warm market。乜嘢叫不公平的 warm market 呢？呢句説話意思就係客戶就會憑過去至到現在呢一段時間對於你嘅評價，去到作為咧佢是否去到幫襯你嘅。乜嘢叫過去到現在呢？過去你係一個乜嘢嘅人啦？有冇試過佢啦？有冇試過爭佢錢唔還啦？有冇試過咧欺負佢啦？或者以前咧係咪染金頭髮啊、食煙啊？你嘅態度啊、待人處事如何呢？甚至乎你前一份工作都會影響得到咧佢今日現在是否會同你作出一個購買嘅。咁而往往咧呢一類嘅 warm market 自然市場嘅朋友咧，都會有幾句説話咧，佢會同你講翻嘅喎。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啊，你啱啱先開始啊，係咩業務嚟㗎？啊，都好啊，講嚟聽下。唉，係啦，咁熟，俾次機會你啦。係咧，咁熟，價錢方面就唔好講太多啦。係咧，我哋都係識於微時，價錢方面咧，不如俾翻個優惠價我啊。聽到呢幾句説話咧，係咪都有啲似曾相識嘅睇法呢？第一，佢會覺得佢俾你嘅支持咧，係真係一種支持，而唔係咧佢哋實質對於呢個產品啦，或者呢個方案係一個需要㗎。第二，就算佢哋對於呢個方案係有需要咧，佢哋嘅議價方面啊，平啲啦，你咁新，可能咧都需要咧你作出一啲嘅折讓㗎。咁而陌生市場就唔同啦，佢哋睇嘅係現在至到將來。乜嘢叫現在呢？你哋是否作為一個服務供應商，作為一個方案提供者，是否可以喺呢一刻幫助得到我去到解決問題？而當佢發現現在嘅你能夠幫佢解決到問題嘅話咧，佢哋亦都會願意付出同市場相若嘅預算，甚至乎有啲具有前瞻性嘅買家，佢哋不單止會投資於你嘅現在，甚至乎會同你傾一啲比較長遠嘅合作㗎。唔知大家對於呢個狀況又是否同意，又或者又是否有感受呢？所以我哋要解決唔喜歡銷售自然市場呢個問題。第一，我哋需要做一啲心態上嘅調整。以前我哋朋友之間出嚟都係做一啲互相問候，而家我哋真係在商言商，去到傾生意。朋友對你有基本嘅信任，呢個信任我哋叫性格信任，即係話有交代啊，基本嘅誠信啊，基本嘅妥當等等。但係對方咧，呢位朋友咧，對於你嘅能力咧係未有信任㗎。能力嘅意思即係話你對於呢一範嘅專業範疇咧，佢哋係唔肯定你是否有能力幫佢解決到呢一個嘅困難。所以你喺日常嘅字裏行間啊、presentation 上邊啊，你都必須要展現一個你有能力解決相關問題嘅一個呈現，令佢知道係呢位朋友就算係開咗一個商店都好啦，佢哋都係有能力解決呢一範嘅範疇嘅。所以我哋都要調整自己，朋友同你嘅關係係一個朋友，而另外一個身份，佢哋作為一個消費者，消費者都會判斷是否你嘅方案咧係適用於佢嘅。買嘢就係咁樣樣啦，就係剛剛遇着啱啱，而呢位朋友唔會因為冇需要而覺得你係朋友咧，而去到支持你，去到捧你場㗎。而但係當佢有需要嘅時候，而你又喺適當嘅時候出現嘅話，剛剛遇着啱啱呢個成交呢個商機咧就會出現啦。
而如果因為頭先嗰幾點令到你覺得唔喜歡銷售自然市場嘅時候，我都希望咧喺呢度加翻啲責任，加翻啲預期嘅情況俾大家。自然市場可能包括咗你嘅太太啦、你親密嘅伴侶啦、好好嘅朋友啦、兄弟姊妹啊、親戚等等。如果一旦都有啲咩事，都有啲咩狀況發生嘅時候，令到你覺得，哎呀，點解我唔早啲同佢開口呢？點解我唔早啲同佢分享一個咁好嘅產品呢？如果因為頭先嗰種感覺，你唔喜歡銷售自然市場，但係如果呢一種唔愉快嘅事情真係發生咗喺你嘅身上嘅時候，你會唔會有一啲自責嘅感覺呢？呢一種嘅自責嘅感覺會否令到你哋都好想或者都好開放自己地將你咁好嘅產品咧，去到推介俾你嘅自然市場、你嘅親戚朋友們呢？所以最後都送翻一啲銷售策略俾大家。第一，針對於親戚朋友呢一類嘅自然市場，我哋應該放下一個前提，是否假設朋友必定需要支持自己呢一種嘅態度？我哋將我哋嘅身份，我哋將一啲方案，我哋將卡片俾咗佢哋，而令到佢哋覺得有需要嘅，唔好錯過咗我。有需要嘅話，都可以作為一個諮詢站咁樣，我都可以俾翻相關嘅資訊你，冇壓力㗎，大家都係繼續如常地往來，其實就可以啦。第二，親戚朋友咧，我哋都當然都要加翻佢哋嘅社交媒體啊、Facebook 啊、IG 啊，令到佢哋知道你日常工作做緊一啲咩嘢，點樣同客戶提供價值，點樣你哋嘅產品又係點樣樣呢？令到佢哋潛移默化地喺線上邊知道咗你嘅專業啦，買咗一啲咩嘅產品啦，有啲咩嘢可以幫到佢手嘅時候咧，令到佢哋覺得呢位從業員入咗行之後咧，真係有啲方案咧係幫到我手嘅喎，等我都問下佢先。咁而第三咧，我哋都要提升銷售人員嘅敏感度，日常嘅交際上面咧都可以開拓我哋嘅一個敏感度。當可能談及一啲嘅事情，談及相關嘅產品嘅時候，你就會話係啊，咁你點算啊？係啊，有冇諗過啊？不如俾啲資料你啊。其實講一兩句已經就 OK 㗎啦。咁總結啦，其實喺而家社交媒體咁普及嘅狀況，是否必然地有一啲絕對嘅一啲自然市場，又或者係一啲純陌生嘅市場呢？我哋好多時咧都會用社交媒體咧作為一個中心、一個集結地咧，去到令到線上邊嘅人去到認識你，不論係自然市場啦，或者係陌生市場都好。咁所以咧，我哋只需要咧活出你自己提升你嘅專業度，提升你對於客戶嘅信任度，生意就自然就嚟啦。希望今日呢個主題都可以幫到大家。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不妨分享俾你嘅朋友啊！我哋下次再見，拜拜。